Francis，各位嘉賓、各位傳媒朋友，大家好！好高興出席今次第10屆嘅傳媒轉型大獎頒獎禮暨週年晚宴，喺我有機會同各個業界嘅精英共聚交流。咁我記得咧，我上次嚟嘅時候咧，我又呢個就唔好意思啊，都要鼓勵下 Francis。我上次嚟因為跟特首嚟 NEA 嘅場合咧，哇啲主要嘅嘉賓今日都全部出席。阿 Francis 證明你呢個傳媒嘅大獎都真係一個傳媒嘅大獎嚟嘅。咁傳媒轉型大獎啦，據我了解都係旨在表揚本地嘅媒體喺運用科技轉型，以及透過創新嘅方式傳遞新聞同埋資訊方面嘅卓越成就。呢個殊榮已經成為咗媒體行業交流同埋發展嘅重要平台。我衷心祝賀各個得獎嘅機構，亦都樂見香港互動事務商會過去接近頭先講啦20多年嘅致力搭建一個跨業界嘅平台，匯聚咗傳媒、科技同埋市場營銷領域嘅專家，共同創造同埋推動行業嘅創新。傳媒轉型大獎今年10週年，今年仲係以閃耀前行、續寫新章作為個主題，意義深遠。過去10年，我哋由傳統嘅網頁演變成為生成式人工智能 AI 嘅應用，本地嘅媒體機構積極擁抱科技，善用 AI、大數據等等嘅新興嘅技術，深入洞悉公眾嘅需求同埋喜好，精準掌握輿論嘅趨勢，並從海量嘅資訊中發掘關鍵嘅數據作分析同埋觀察，制定更具針對性嘅報導同埋市場方案。我成日都睇下依家啲 online news， 依家其實都真係有好多 AI summary 係俾大家簡簡單單就聽完，包括唔使聽我個 speech 咁長，兩個字就得㗎啦。咁其實科技真係提升咗搜集同埋核實新聞資訊嘅效率，亦都讓報導嘅內容係更加豐富、更加貼近市民嘅生活，同埋更具深度。無論係透過多元平台嘅互動嘅敘述資訊，或者係以數據驅動一啲內容嘅創新，各個傳媒嘅人都係務求以靈活嘅手法突破傳統嘅界限。呢一種專業嘅堅持同埋對創新嘅追求，肯定係值得我哋充分嘅肯定。傳媒肯定係社會同埋政府之間重要嘅橋梁，既傳遞信息，亦都係促進對話、推動進步。喺技術快速演進嘅今日，為咗推動社會喺新時代嘅持續發展，特區政府當然係繼續，亦都一直積極咁推動產業嘅升級轉型。我哋尤其係重視以科技服務到市民，回應社會嘅需求。例如，特區政府已經開放咗超過5700個數據集，涵蓋嘅公共服務嘅多個層面，亦都讓社會各界，包括傳媒同埋企業咧，係可以運用一啲公共嘅數據，開發一啲創新嘅應用同埋係服務，去提升個資訊嘅透明度同埋互動嘅體驗。國家係提出咗人工智能加嘅行動，強調深化 AI 嘅研發應用，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同埋數字嘅產業集群。特區政府係積極支持本地嘅 AI 應用同埋研發嘅推廣，鼓勵創新嘅團隊開發切合本地需求嘅服務。我哋要實現 AI 產業化、產業 AI 化。當中數碼港嘅人工智能超算中心依家提供咗3000個 PFLOPS 嘅算力啦，或者啲技術數字唔好理啦，但係亞太地區屬於領先嘅位置。而政府亦都推出咗30億嘅資助計劃，資助本地院校啊、研發機關啊、企業等等運用呢啲算力。香港嘅 FinTech 嘅進步都係靠呢一啲嘅。我哋係推動咗本地嘅 AI 嘅生態圈嘅發展。另外，我哋香港都有一個生成式嘅 AI 嘅研發中心，研發咗講話通。咁喺舊年11月推出咧，其實都有一定嘅結合到我哋香港兩文三語嘅特色，對接到本地嘅知識庫同埋政府嘅數據，為咗市民嘅提供安全、可靠、便捷嘅智能嘅助理服務。展望未來 ，AI 同埋大數據嘅分析，肯定係數碼技術嘅將來係可以幫助重塑呢一個媒體嘅生態。傳媒作為連接政府同埋市民嘅橋梁，個角色係好重要。
我係期待業界能夠繼續把握機遇，善用科技提升內容同埋創造價值，同時亦都堅守新聞嘅專業嘅操守，為公眾提供準確、可信同埋具深度嘅資訊。政府係會繼續同傳媒以至到各界、資訊科技界等等係攜手合作，推動數據流通同埋技術應用，亦都令市民係能夠得到更全面、更快捷、更安全嘅資訊服務。最後，我再次多謝祝賀得獎者同埋機構，你哋係香港傳媒轉型路上嘅傑出嘅典範。希望各位喺新一年繼續秉承呢一個創新精神，閃耀同行。我都祝願香港互動事務商會會務蒸蒸日上，凝聚業界嘅力量，連結創意同埋科技，為香港嘅數字經濟發展注入動力。多謝大家。